比特幣會唔會一路衝破11萬？尋晚比特幣突然快速衝高到93,800，背後係川普造局，仲係牛市重啟呢？先講結論，呢一波嘅上漲騙炮嘅可能性大於牛市重啟。從天地能量嚟睇，目前嘅五行能量形態並不利於比特幣再度衝高。再嚟睇下數據。為咗拉到93,800，合約持倉嘅高度幾乎衝到前高，耗盡咗所有攻勢。期權數據呢又顯示仲有2-3日多頭能量先至釋放完畢。而籌碼分佈顯示96,000到99,000有好強嘅籌碼拋壓，所以呢波上漲可能仲有小幅嘅拉升，要衝破10萬大關係非常困難嘅。大家手中嘅盈利就要見好就收啊！